中国国务院17日发布一份白皮书，焦距东突厥散当地的劳动就业保障，强调中国在当地严厉打击强迫劳动。但专家却对中国在白皮书中的说法提出诸多质疑。过去几周，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破坏维吾尔人的批评声浪渐大，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却在此背景下发布名为《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意图驳斥外界称中国在东突厥散实行强迫劳动的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的说法。引人注目的是，白皮书称在2014年至2019年间，新疆全境每年平均培训128.8万人次的劳动者。实际上，今年有关东突厥散职业培训在教育中心中强制受训、劳动等报道曝光后，受到各国重视和一致谴责。华盛顿特区最大的智囊团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在9月14日发布了一份特别报告，重点关注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行动。该报告由乔治敦大学教授米华健和研究人员达利亚·皮德森共同撰写。报告称，中共对东突厥散的政策加大了殖民开发力度，通过武力和民族同化进一步清除维吾尔族的自治，并合用全球反恐战争的框架，将所有维吾尔人的反抗描绘成恐怖主义。自2016年以来，一个由技术驱动的大规模监控、拘禁、灌输、家庭分离、压制生育和强迫劳动的强化制度，牵连到了通过结对帮扶计划赞助东突厥散古拉格的中国东部各省市，以及潜在数千家直接或间接向该系统提供资金并从中获益的中国和国际企业。如今有1400多家中国公司正在为东突厥散公安和监控行业提供面部、语音、步态识别功能以及额外的追踪工具。虽然其中少数公司已经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实体名单，限制其获得进口部件，但这一制裁还没有明显遏制这些公司的发展。许多公司逃避审查，至今仍在延续压迫，这一点令人十分担忧。此外，西方公司继续向中国企业出售芯片和存储解决方案等核心硬件，而中国目前缺乏可行的本土替代品。居住在芬兰的维吾尔人每个星期下午4点至下午6点，在首都赫尔辛基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前示威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这次活动的参观者之一是芬兰议员，他誓言要在议会中提出对维吾尔人破坏的问题。另一方面，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人阿卜多热伊姆·艾尼达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北广场上的单人抗议示威已经持续了3年。导演贾达·阿帕托周二抨击美国电影业，称其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侵犯人权行为的故事进行审查。迪士尼发布了《木兰》的真人转载，其中包括在东突厥散拍摄的场景。中国正在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拘捕和绝育。阿帕托说，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中国的集中营中，现在是迪士尼和苹果讨论集中营中无辜人民的时候了。他于9月14日接受 MSNBC 电视台采访时，介绍了中国的集中营以及中国如何影响好莱坞，从而影响了美国电影和思想自由。中国周五宣布，为回应美国副国务卿访问台湾，中国军队起在台海地区举行海空兵力实战演习。从香港到贸易，从武汉病毒到维吾尔人议题，中美在各个领域对抗不断升级。在双方关系近几个月来紧张加剧背景下，美国主管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拉科奇的访台是美国拒绝北京威胁、加强对台支持的最新动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周五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今天开始在台海附近举行实战化演习，这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
中国东部战区称，近日在台湾海峡举行的战备警训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多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演习是应对当前台海局势的必要举措。拉克奇已于周四抵达台北，按计划周六出席台湾已故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仪式。